情緒咧係有獨特嘅功能同埋意義。咁我理解到小朋友唔容易表達同埋處理情緒啦。咁今次咧就同 4D Master 共同創作咗 4D Soul 心靈解剖 Little Me 遊戲套裝，係建立健康心靈同埋培養良好情緒管理嘅工具。Little Me 配備一個代表玩家嘅透明人偶，同8款唔同個性嘅精靈同埋心形盒。玩家都可以將呢個唔同情緒、性格嘅精靈結合呢個透明人偶去表達自己，再記錄喺呢個心靈日誌上面，學習感受同埋提升自我認識、情緒管理嘅。遊戲過程可以配合對話引導卡，透過個人或者團體進行分享，可以促進溝通同埋情感交流。而玩家咧都可以將 Little Me 小精靈同埋載住自我精靈嘅心形盒隨身攜帶，時刻陪伴同埋分享。我哋希望 Little Me 可以照亮心靈，陪伴小朋友，成為朋輩同埋屋企人互相了解嘅橋樑，健康成長。